代志，佮时代佮上别种代志。咱的本性爱想安尼，本来就是上行注心一处咱就好当然伊佫有教咱其他的道理啦讲说也会当许即个红色的物件，本身伊会变红的。你若佫照青，佫变青，所以本身嘛会变青的师父讲这件虽然袂变形，毋过伊反而会红来显红，绿来显绿，对无？对，伊甲咱讲一个道理，叫做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啥物物件是不变？迄物件改变，袂变啦啥物物件是缘？红的物件是缘，青的物件是缘。毋过即个物件走来走去，伊会变来变去。毋过即个行，伊敢会变？袂变伊甲咱教安尼毋过咱一般的人对我是安尼想啦。咱若拄着好的代志，咱会更加欢喜对无？拄着无好错一个代志，咱会伤心的。会伊会希望讲咱会爱好的代志，咱嘛接受啦；无好的代志，咱嘛爱接受。条仔是安尼想的袂因为好的代志。无好的代志改变咱人的人格啦，咱人的本质会去变去啦咱当然这行佫有道理啦讲行应人应物应水应火毋过本身是啥？无会做会改变啦。人袂变其实甲他拄的道理有一点相似伊甲人讲叫退不多急，雄燕用雄。